我宣布呢個就係本年度最靚嘅海景房——珠海香洲嘅海景大平層啦！嚟感受下6米嘅陽台睇出去就係無邊際嘅海景啦！珠海香洲嘅情侶路上蓋啊，對面就係深圳，仲有香港噶啦，太屈晒啦呢個景觀！客廳開間，嚟感受下咁靚4米闊嘅客廳開間，並且佢仲要係獨門獨戶，門外邊仲有5個平方嘅入戶花園，層高3米，然之後廚房嘅電器贈送俾你嘅，3間房朝南向睇海景，樓下就有商業街噶啦，5分鐘去到香洲嘅主城區，20分鐘去到港北口岸，仲有港珠澳大橋主人房，連通陽台咁靚嘅海景哈。然之後小區咧自設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有齊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會客室，再次感受下200萬可以擁有咁靚嘅海景，首付30萬左右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